国发会预估台湾伫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为了鼓励时代运动，有企业甲高雄市政府合作，打造全台湾唯一一个行动健身房巡回车。这台车会巡回高雄较偏远的地区，就亲像甲健身房搬到社区同款，有专业的教练指导时代使用健身器材，陪同因活动筋骨。 伫庙埕前有真侪运动的器材，这是南马溪红滨宫下晡时啊，未少时大长咧运动。现场阁有教练指导，会当甲健身房搬到户外，专靠这台全国第一台行动健身房的巡回车。未来伊嘛会使到高雄较偏远的区，亲像美浓、大树等在的所在。呀，这举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肩颈跟腹部都有用到力量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好像觉得呼吸也上比较 舒服。师傅给感觉甲咱提醒啊，甲咱迄个足重要的。这台巡回车唔但有买10种的健身器材，阁有2位专业的运动教练、物理治疗师陪同。若是时大拢无运动，可能会面临老倒球，也是筋膜减少的问题。若是无细致跋倒，可能骨断。透过巡回车哪赛哪宣传，招时大行出户外，做回来运动。加班会较少，所以伊会常常会有氧，啊无就是伊常常会跋倒，伊的平衡会较无好。预防疾病。 然后再往前进一步到健康的促进，这个对于我们长辈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运动的习惯。目前高雄市65岁以上时段有52万外人，每当会增加。这台行动健身房巡回车来拍破运动环境距离问题，会使到邻里社区，鼓励时段会当多多使用运动器材来预防病症发生。记者钟丽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